各位老友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睇嘅係一個適合4到5人居住嘅精緻單位。一入門口就見到呢組獅字入戶舉，係鞋櫃兼係收納櫃，背板再用條子造型襯托，令櫃身唔會死板。入屋第一眼已經好有個人特色。右手邊係餐邊櫃，最特別係飯台可以由櫃身拉出嚟，平時收埋好乾淨，用嘅時候打開4至6人食飯都夠位。客廳就做咗地台設計區域，就分得更加清楚。再睇電視櫃呢邊，我哋選擇做組合式設計，有展示、有頂櫃、有收納，功能安排得好完整。背板同背景牆連成一體，睇落利落又完整。背景牆加入圓弧造型灰鏡同壁燈，線條柔和，氣氛更加舒服。再配合隱形門，成幅牆更加統一，唔會亂。入嚟細房呢邊，我哋用板牆間隔出嚟，配埋隱藏門，開門唔阻位，對細單位嚟講真係好實際。設計上呢，我哋用地台加衣櫃，收納做足床尾，仲可以掛電視，等屋企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小天地。再過嚟主人房呢邊，我哋延續翻相同嘅設計語言，床頭背景用咗圓弧牆配線形燈，一路延伸到衣櫃同床頭櫃，線條好順落，視覺好連貫。所有櫃體都做咗圓弧收口，望落去冇咁生硬。同樣做咗地台收納睡眠區，更加有包圍感，收納量亦都提升咗。成間房更加好用，就連分體冷氣下面都冇放過，特登做咗背景處理，令場面更加完整有層次。廚房方面就做咗 U 字形佈局，台面夠長，收納夠多，煮食動線亦都順手。冰箱、洗衣機同其他家電放入去都好鬆動，唔會逼埋一堆。廚房仲連接翻入門位置嘅收納櫃同神台，實用之餘亦都照顧到屋主日常習慣。最後睇埋廁所地面用咗大花雲石磚，一入去已經好有質感。窗口位置再加咗特色磚，令廁所唔會齋白一片咁單調。浴室櫃仲一路延伸到馬桶上方，將平時最容易浪費嘅位置都用返晒。